大家好，咁咧歡迎嚟到我哋中四段學年試嘅 exam get set go 啊！咁咧第一款題目咧，想同大家回顧翻咧，就係一個關於要利用馬斯洛需求層次同埋資料應用嘅。咁我手上呢一份咧就係2025年嘅卷一第10條啦，就關於一啲長者孤獨感嘅一啲調查啦。咁我嚟睇一睇題目先啦。我哋咧主要係想同大家睇 doc 題呢一個。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指出資料一和資料二中部分受訪者今次係未能獲得滿足嘅需求層次，解釋你的答案。咁咧資料一、資料二啦，我哋睇翻呢度。咁呢啲啦，其實通常都係感到缺乏陪伴啦、被遺棄啦、俾人孤立啦，都有啲愛啦、認可啦。咁所以如果我哋去翻答案嗰度咧，好明顯啦，係愛與歸屬需求。嗱，考評局中意用隸屬嘅，但係我哋用歸屬都可以嘅。愛與歸屬需求。好啦，咁樣解釋啦。咁解釋嗰度咧，其實咧，我哋喺筆記嗰度啦，係有講到感受不到被他人愛同接納嘅感覺啊嘛，係我哋筆記個定義嚟嘅。如果呢句都唔記得咧，你睇翻筆記啦。OK，咁前邊呢個邊度嚟㗎？缺乏社交聯繫、親密關係，其實就係呢度啦。佢哋缺乏一啲社交關係、親密聯繫，譬如啦，冇陪伴，係咪社交關係啦？覺得被人孤立，就係冇啲親密嘅關係。咁呢啲咧都係由呢一度推論出去，佢哋係缺乏一啲社交關係，缺乏啲親密關係，而令到佢哋冇愛同埋被接納嘅感覺。OK， 記住啦，前邊呢個係資料嘅，缺乏社交聯繫、親密關係，感受不到被他人愛同接納嘅咧，就係筆記，我哋要溫關於愛與歸屬需求嘅一個定義啦。好，如果呢個 OK 冇問題咧，我哋又睇第二個例子，同一條題目，同一款題目啦，咁樣講，我哋 UT 題目 OK， 馬斯洛需求層次指出運用社交媒體發表貼文點樣滿足，今次係滿足啊，頭先嗰題得不到滿足，而家係滿足到佢哋兩項嘅需求，解釋並以數據。嗱，呢度咧，我再強調一次，喺而家嘅 DSE 嘅角度裏邊咧，只要佢講解釋，通常都係勾翻去要你用啲理論嘅描述，即係你溫書溫咗嘅嘢。如果佢話以數據啦，即係你要講資料啲嘢出嚟嘅 ，OK 嚇。咁頭先你見到25年嗰條咧，佢就咁解釋就已經係資料加呢個理論㗎啦。其實好多時咧，我哋都係咁樣做㗎，OK。寫多好過寫少啊！你見咧 DSE 俾咁多橫線你寫晒嘅 suppose 啊 ，OK 好啦，睇翻呢條啦，大家如果記得嘅咧，基本上都係用緊呢一個啦。有人讚好我的貼文留言，我會感到被欣賞同被接納。被欣賞係其中一個尊重需求，被接納係愛與歸屬需求。咁我哋睇翻答案咧，就係咁樣啦。愛與歸屬需求，好啦，數據。79.4% 嘅人感到被接納 ，OK， 被接納。好啦，後邊反映能感受到被接納嘅感覺啦，被他人愛同接納啦，呢啲就係我哋筆記理論嗰度你要溫咗嗰句句子嚟嘅，尊重需求如是嘅啫。好啦，咁呢個就係第一款我哋要睇關於馬斯洛需求層次嘅一啲嘅題目。咁 which is 其實我咧上堂都提過啦，係好緊要嘅，係要你哋一定要掌握嘅。好啦，第二款題目啦，我哋會嚟睇到咧係關於人口老化嘅。咁呢條題目咧，我諗前邊呢度你唔陌生嘅，因為我哋功課做過㗎，記唔記得？如果唔記得睇翻15A 嘅第二份功課，就係呢條嘅結構題。咁呢條結構題其實我 skip 咗嘅，就係最尾呢 part，香港安老政策目標係要改善生活質素，然後用老有所養、老有所屬、老有所為。OK， 好啦，根據呢啲目標，用一個措施解釋措施點樣達成呢個目標。咁好明顯啦，其實就係要你用一個政府措施 ，OK， 然後解釋點樣達到嗰個目標。嗱，解釋點樣達到個目標咧？其實係呢啲嚟㗎，即係我哋教書嘅時候講過，咩叫老有所養，同錢有關啊嘛，咪為長者提供生活保障，應付晚年嘅生活開支需要咯。
老有所屬同地方有關噶嘛，咁就係俾佢一個穩定熟悉嘅環境，安享晚年，或者為佢提供一個具保障嘅環境。嗱，咁係睇你究竟寫社區照顧嗰啲，定係寫院舍。我教嘅時候好清晰同你講過噶啦，係有分兩個導向嘅，用翻啱嘅導向擺翻落去。老有所為啦，同佢作為有關嘅，仲有咩作為啊？終身學習，自我增值。好啦，解釋就係用呢一堆文字，你筆記有嘅文字，咁配一個措施對應咁樣寫。嗱，我先俾你睇下咧呢個 DSE 嘅參考答案先啦。嗱，DSE 嘅參考答案咧，你可能會覺得哇好短喎，一句起兩句止咁樣。嗱，望一望啦，措施強積金計劃啊嘛，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啊嘛，長者生活津貼計劃啊嘛，係咪？嗱，呢一個措施為佢提供生活認為，你見唔見到啊？定義嗰句句子加個措施，老有所屬一樣啦。嗰個優先配屋計劃啦，佢呢度連個措施名都冇啊！我哋學咗更加好過佢添啦。優先配屋計劃或者呢啲社區照顧按嘅意願嗱一樣嘅啫，長者學院嗱呢啲全部咧係我哋溫書學嘅時候做到嘅。好啦，咁我俾你睇下啲真係啲 sample 啦，我哋 level 5嘅 sample 睇一睇啦。呢一個咁咧，你見 DSE 真係好多條橫線，你見佢會盡量寫晒嘅。睇到啲咩咧？嗱，老有所養呢個同學大包圍添啊！唔單止淨係講強積金，唔單止講個人儲蓄，唔單止淨係講一個類似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嗰個我哋叫安全網嘅東西，佢大包圍寫晒，但係亦都有加翻句，提供個穩定嘅經濟支持佢生活。OK， 你見到咧，佢都係用翻拉翻去老有所養嗰個理論嘅解釋。第二個優先配屋計劃，嗱，佢個名同我哋唔同嘅，但係個原理一樣，係啦，亦都一樣啦。目標希望幫佢熟悉社區安老同家人居住。OK， 老有所屬，最後老有所為長者學院，推動佢哋終身學習，貢獻俾佢哋咧為社區效力。老有所為，俾第二個level 5嘅 sample 大家睇啦。好啦，嗱，因為14年嘅卷啦，14年嗰陣仲有啲普通高齡津貼，嗱，但係我哋係而家冇噶啦，你應該要用長者生活津貼。好啦，長者生活津貼經濟援助，睇唔睇到？經濟援助有足夠經濟能力維持基本生活。下邊呢兩句咧，我哋背嘅時候，老有所養嘅描述嚟噶嘛？上邊長者生活津貼一樣啦，下邊優先配屋計劃。然後解釋下，解釋完之後，亦都係嗰個啦，熟悉嘅社區家庭安老，係嘛？你發現其實咧離不開嗰個大方向嘅啫。我哋溫咗學咗嘅一啲措施，加呢句描述，記住，上堂係同你講過晒噶啦。切記係要溫書同溫書。你熟裏邊嘅內容，無論係安老政策，無論係馬斯洛需求層次，我全部都要你拉翻落去本書嗰度。我哋唔係 CSD 個解釋，你唔好同我吹水，唔好同我講啲 AI 話出嚟，冇用噶。你要有書嘅嗰句 exact wording， 我先會俾分你嘅。考評局要求好高，我都係跟佢嘅啫。總之努力溫書係咁先，拜拜。